香港醫院建設正喺度進行數字化轉型，面對呢種大型醫院項目，點樣確保交付高效且高質量？我哋一齊嚟睇下。智建雲分戶驗收系統為香港眾多醫院項目交付階段嘅質量缺陷管理提供解決方案。面對單棟5000幾個房間、20萬條缺陷記錄嘅挑戰，智建雲以高性能、高穩定性支持百人並發使用。智建雲為醫院項目提供圖紙導航同 OCR 識別等專項優化方案，通過線上圖紙同房間搜索，快速精準定位查驗房間，查驗工作更直觀便捷，提升效率，減少遺漏。通過 OCR 識別圖紙文字，快速實現房間位置綁定，高效問題記錄，整改全程跟蹤，流程閉環，項目數據沉澱，確保每個細節完美無漏。喺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將軍澳中醫醫院、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廣華醫院重建一期、啟德新急症醫院等項目中，分戶驗收系統已經得到廣泛應用，並取得顯著成效。智建雲助力醫院項目順利交付，品質卓越，效率非凡。歡迎更多同類嘅大型項目同我哋合作。我係智建雲黃劍超，歡迎大家搜索智建雲聯繫我，好房子用智建。